鹿港大埔社呢是清朝有一条对鹿港经过草屯北投去到南投埔里的贸易路线。古早这打工呢是拢会穿一寡挂包来当做是点心。即马南投草屯北投社区也来提出这个体验活动。 南投草屯北投社区的志工妈妈教人做米挂包，挂包的皮用的是在地米。鹿港大埔社是清代一条对鹿港经过草屯北投到埔里社的贸易路线，迄时阵的打工拢会穿挂包做点心。社区嘛结合历史文化甲地方农产，推出米挂包这项美食。 不一样，它有很特别，有加米饭，我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斩米来做，拢完全我拢用迄手来烂吼，足 Q 的啦。草屯北投社区除了推广米挂包，也互来体验的人伫街里啊洗砖头，那听导览解说，那行伫社区，伫草屯北投埔大埔社进行文化巡礼。 原来北投埔是西座安尼，有一个旧城区，搁有一个老街。鹿港大埔社拍米就700啦吼，就是讲做一个打工吼，就是爱打50-60公斤的物件，会为鹿港打海产去埔里，到埔里打海产来鹿港安尼。 草屯北投社区强调结合过去的贸易路线，也结合过去的食食，未来嘛规划推出大埔社打工的体验活动，做社区小旅行的内容，传承甲推广大埔社的历史文化甲特色。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